后来，这个新冠病毒继续伫咧全世界咧扰乱，而且病毒哪像愈来愈强。国内的专家发现讲，印度变种的病毒是英国变种病毒的再变种，但传染力强，而且疫苗的保护力嘛会下降10%到25%。也毋过专家嘛来强调讲，就算这个疫苗的保护力来下降，但是也是会当有效来预防到重症甲死亡。新冠病毒演变较大，因为环境、时间开始变化，印度疫情搁较严重，医疗体系制载袂调，药品资源拢无够。即马搁发现印度变异株，其实是英国变异株的变种，毋但传播力真强。恐惊阁会互现有的保护力下降10%到25%。病毒株呢，它改变的位置刚好在表面蛋白质跟受体结合的位置，它改变了抗原性，让我们的疫苗比较没有那么有效。也就是这个疫苗呢，能够阻止它们进去细胞的能力降低到25%或甚至10%。专家强调，这项研究目前敢若伫实验室内底用模拟的病毒进行试验。也无任何临床试验会使证实。杏北科医生认为，就算新冠疫苗的保护力减少，无代表完全消失。比如年纪大、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肾脏病，或是一些慢性的肺阻塞性疾病的一些病患，这些打了疫苗，它本来就没有办法产生足够重的抗体，所以保护力一定会下降。但是有打是有一些保护的效果，都被证明能够降低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重症比率、死亡率，还有呼吸衰竭的比率。嘛有专家提出真侪疫苗做伙做的疫苗模式，不过也是需要更较侪科学证据。即马上重要的，也是赶紧做疫苗，才是增加对自我的保护。